反映号的奇航，乌中上小说第3章，欧米伽宽礁出现，第70页，第1节。因为身体虚弱，第2天我困较暗，起来时海雾已经散去，到下晡船已经离开台湾海峡的海域，即马伫广阔西太平洋航行。我爬上甲板，虽然雾散去，毋过风影还阁真大。眼前的海，亲像一面有真大圆桥面的青布，伫起落之间，敢若互啥物力量对两边口岸裂心。船头的三角篷伫风林啪啪叫，这到底是倒位？我完全无概念。伫广阔的海，若无海图甲坐标，无人会使知影家己伫倒位。伫日头落海了后，我感觉无聊，就去前一日迄间图书室要找丽云因开讲。毋过丽云无伫咧，图书室内底敢若剩文野新雄一个人。因为共同的兴趣甲案件的需要，我就甲伊开讲起来。我发现伊是一位非常饱学的人，差不多对我所了解的文献话题，拢会使回应，所以阮讲甲真欢喜。就伫即时，船身雄雄闪一下，出现一个大转向，有几本册对册架落落来。过无偌久，有一个水枪模样的人来到阮的面前，伊用日文雄雄公公甲文野新雄讲：“文野様，船长请你过去一下，伊伫驾驶台遐。”水手的表情有一种不安。好，文野新雄讲，伊对我下一个手，意思叫我甲伊做伙去。伊讲，我顺续介绍船长互你熟悉。驾驶台爱对中央甲板边仔的一支流水爬起哩。为着五路效果，乌色喙手的船长穿一束古色的荷兰航海衫，头戴大顶乌色绒质的帽仔，就亲像伫电影看到的迄种，敢若拿破仑咧伫的看帽仔。帽仔的正面有用金线绣的圆形花草图样，应该是船公司的标志。我伫船顶的别位嘛有看过迄个标志，只是雄雄想袂出倒位看到的。
迄个船长的体格真结实，是日本人，面会咬文，说明伊伫海上经历过真侪风雨。伊开喙进前，用过滤的目神看我，文也形容着用日文，这是伊伫即只船的官方语言讲。拄熟识的朋友吴先生，无要紧，乌田船长你请讲。船长的身边，阁有几位船员。乌田船长就吹吹讲，拄则发生一寡奇怪的状况，船的航线方向偏去，真，咱可能驶入来传说中的欧米伽区啊！真实。电子海盗的坐标本地伫基隆北边的公海，船进入迄片大雾了后，船头方向出现一群渔船，险险弄着，所以挖一个大挖，想袂到遮一时无注意。GPS 坐标的光点线方向跳真远，来到欧米伽区遮，然后就消失去。伊讲雾散去了后，坐标的光点直直无出现。恁看，有一个船员向喊一声。手举西边的黑暗海面，大家顺伊手所举的方向看过。暗闪之中，远远有听到海鸟咧叫，敢若有啥物物件咧接近。因的叫声里有一种不安。搁详细看，西边的海平线，毋知当时出现一排光光的红点，敢若当咧慢慢挖近。迄是啥？敢若是船仔。毋过，伫遐尼宽的海面，一时出现遐尼济船仔，嘛是奇怪的代志。船长喊：水手长，命令水手甲真帆甲主帆转向东北向。二副，台嘛转对东北。车机，请确认一转速进前。大副，你去机场甲因详细讲即个情形。敢会宣布啥物紧急状况？大副是一个欧美籍的白人。乌田船长小想一下讲：是毋免伫造成无必要的恐慌。毋过，互所有的船员知影，请因若无代志的，拢上主甲板台面，无线电随时爱通。阁有，请所有武装保全去第二站甲板台面。武装保全，我回头细声问文野先生，是偌少的佣兵伫公海时上船的，免伫咱的船受海盗攻击。海盗伤猖狂，
这是国际海事法规经期允准的。原来是安尼。大副离开了后，船长徛伫电子海图头前，对已经失去 GPS 坐标光点的空空的海图摇头。李副问伊，四面拢无陆地，咱敢阁有啥物方式定位？船长讲：你拄则毋是咧做啊？趁天也袂光，只有靠上古早的方式啊，天文定位。